随着网络发达、人手一机的时代，吸引许多人投入行列，而这行究竟能赚多少？一名女主因为领不到薪资纠纷投诉媒体，意外曝光了她的收入。周刊网报道，人气女主鱼鱼公主与佑佑出面指控，月前遭浪 Live 恶意解约，100万薪资还被扣住。鱼鱼公主表示，1年前签约加入浪 Live， 期间替平台赚进上千万收益，但是她应该要领到的15.6万主播服务费、120万元礼物收益却迟迟未入账。鱼鱼公主表示，多次向浪 Live 反映，却总是得到部分粉丝刷卡购买有问题，必须冻结11、12月款项。鱼鱼公主说，对方甚至怀疑她与信用卡盗刷集团合作，一起榨取奖金，让她超委屈。鱼鱼公主也因为2个月没正常收入，让她被房东要求搬家。对此，浪 Live 回应，主因是在礼物收益部分，有粉丝先储值再办理退款，致该主播礼物收入异常大增，也就是以恶意刷退等致账户异常。浪 Live 已报案，依司法单位要求暂缓发放问题账户所购买的虚拟礼物，以保存证据。不过，鱼鱼公主仍不满表示，她仅是最末端的主，无从得知粉丝以何种方式购买与赠与点数。佑佑也不满强调，有问题的是礼物收益，但为何连主播服务费也被扣住，实在不符比例原则。